在地上大条来讲，嘉义县水上乡的公墓，伫咧23半暝啊发生火灾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处水拍火时，火势煞熊熊，搁变甲真猛，现场造成2个消防队员，还有1个役男烧烫伤。嘉义县消防局表示讲啊，现场有真侪废弃物，研判这内底有可能有禁水性的物质，详细状况已经交予环保局来调查。 消防人员甲环保局伫火灾现场，当咧进行调查的工作。嘉义县水上乡的18号公墓，伫23半暝2点的时阵发生火灾，赶到现场要拍火的消防人员抓水的时阵，煞互火势讲灭起来，造成2位消防员甲1位役男受伤。到达现场回报为公墓杂草火警，公墓现场疑似有不明物质分布，造成涉水后已有明火产生意外，造成本局2名警消同仁及1名替代役同仁。 男性分别年纪36岁、30岁及18岁，脸部及手部烧烫伤。初步的调查显示，火灾现场有人伫遮偷倒粪扫，这当中可能有禁水性，亲像锂电池的物件，才会因为泉水引起火苗灭起来。嘉义县环保局已经开始调查，毋若采用现场剩的物件，嘛要来追查偷倒粪扫的人。人员抵达现场，发现有持续闷烧的情形，通报了环境部中区专业技术小组人员协助。 技术小组人员抵达现场后，使用监测仪器持续评估中。原本是单纯公墓杂草的火灾，煞因为偷弹的粪扫造成消防人员的受伤。消防局就呼吁，化学的物件也是电子产品，若是拄到火烧，拢有可能会影响到救灾，唔通为着方便，造成环境的污染甲消防人员的危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